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艾倫啊。今日咧，艾倫咧帶大家嚟到黃竹坑睇一個地鐵上蓋項目，叫做洋海。咁呢個係一個特色單位嘅複式連天台，實用面積咧1235尺，咁啊帶有裝修嘅單位嚟㗎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帶大家睇下單位先。好，上到嚟天台啦，其實上到嚟天台咧都可以望到咁靚嘅深灣遊艇會景㗎。咁啊，如果各位睇完呢條片有興趣嘅，記得留言俾我，記住訂閱同埋分享俾其他朋友啊！多謝你，拜拜。